樣吹。大家好啊，我衰靚，冇錯，今日係一期髮型教學。因為從我之前做劇情舞開始咧，就已經超多人嚟問我呢個髮型。其實我每次拍攝前淨係用咗4-5分鐘左右就整好呢個頭髮啦。咁 let's go。咁先講下我自己嘅髮質啦，厚加粗嗰種嘅。咁如果有完全同我髮質一模一樣嘅朋友咧，可以同髮型師講剪翻我呢種髮型，跟住按照我呢個方法去膠頭。第一步先洗頭。OK， 就簡單濕一濕個頭，需要用洗頭水。洗完頭之後咧，就到最重要嘅一步啦，用風筒吹。因為頭髮濕咗之後咧，會軟少少。風筒吹咧，可以起到一個造型同定型嘅作用。通常就開大風同熱風咁。風筒從下往上吹，把劉海吹起來，然後兩邊往下壓一下，再找個分界往斜上吹，邊吹邊抓，抓出力氣感。不夠往前吹也抓一抓，旁邊撥一下，來點繽爛。把其他地方也吹乾，再往前吹，抓一抓。咁大家可以睇到啦，個形狀已經基本出咗嚟啦。側面睇睇。OK， 我哋就到下一步，準備一支啫喱膏同埋髮膠啦。咁啫喱膏就係攞嚟造型，髮膠就係攞嚟定型。擠大概咁多喺手度，跟住捽勻佢，抹勻。將成個頭抹勻佢，抹勻佢之後咧，左右揈兩揈，有啲紋路出嚟，先將個劉海撥上去，按照自己想要嘅形狀咁樣捽佢，搓啲紋路咁樣出嚟，唔需要刻意去分界。搓咪中間呢啲整少少往前，大家都覺得點樣好點樣捉就係啦。咁過程咧，你啫喱膏冇乜造型，可以再多少少喺個手，適量就係啦，咁方便你造型啊嘛，係咪？咁冇錯，就係咁簡單。最後一步咧，呢個就係定型啦。因為我開咗空調嗰啲嘢吹晒落我塊面度，大家噴完髮膠之後咧，盡量就唔好去捽佢啦，你可以輕輕咁喐一喐佢，你一捽佢嘅話，佢就會有啲白色嘅碎屑，整都整唔到，由大功告成啦。